Hello，大家好，我係 Elsa。今日想同大家講講一樣嘢可以令到 Pi 生態圈更加活躍、更加有料到嘅一個嘅新功能。Pi App Studio，唔知大家有冇諗過？你唔識得寫 coding，都可以用 AI 幫你整一個 app，仲可以俾成個嘅 Pi 社區使用。冇錯啦，今次就係 Pi App Studio 嘅重大突破。咁呢條片咧，會想同大家去講講 Pi App Studio 點樣升級成為一個 AI 幫手工場。第二樣嘢就係點樣去改善一個創作者同埋 user experience，同埋最重要一樣嘢嘅就係佢點樣令到 Pi 生態圈更加值錢、更加完整。喺以前，我哋用呢個 Pi App Studio 要入到呢個 utilities 嘅底下，慢慢咁去揾，真係揾到人都揾晒。但係而家就唔同啦，佢直接搬咗上去 Pi Desktop 上面嘅頂部嘅導航欄，同呢個掘礦 app 啦 Pilot 並列。換句説話嚟講，你開 Pi 就見到啦，開放程度就大大咁增加。咁講真啊，而家嘅 AI 真係乜都識晒。Pi App Studio 今次嘅 update，AI 功能全面咁樣加強。你可以用 AI 自動幫你設計一個 app 嘅 logo， 又可以幫你去生成一段嘅 chatbot 嘅歡迎訊息，仲支援所謂嘅 AI assisted editing， 即係你創作過程當中 AI 幫你一路改，一路去優化。咁講可能有啲抽象，我幫你形容一下，就好似自己一個人去煲湯。而家咧有呢個 AI 智能助手去幫你加料、畢湯、試味。你唔識 coding，AI 幫你搞掂晒所有嘅設計、文案同埋流程。咁呢啲嘅功能咧，真係可以幫到呢個創作者慳咗非常多時間。重點就係質素更加高。好啦，整到個 app 咁靚，都要有人見到你先得嘅。App Studio 新增咗 App 發掘同埋一個投票界面，用戶可以直接喺入面去探索投票，甚至 stake Pi 支持你嘅 App 嘅。咁呢個功能咧非常之關鍵，因為佢將創作者、用戶、代幣流通三者連埋一齊，即係話你整得好嘅話咧，社區真係會幫你去推薦嘅；整得勁嘅話，仲有可能成為一個爆款生態 App。另外，今次咧嘅 update 咧仲有一啲貼地嘅細節嘅。首先就係呢個 App 分類功能，創作者可以俾自己嘅 App 去分類，喺呢個 Pi Browser 嘅生態頁面顯示，方便到 Pioneer 去揾 App。第二樣嘢就係 Chatbot 界面更加靚，字體同埋排版睇得更加舒服。另外，亦都加咗呢個 demo 影片去教你點樣去使用 App Studio， 新手入門試玩完全係唔使驚嘅。成個設計係為咗令創作者更加快上手，用戶更加開心享受。咁 overall 嚟講，今次嘅 update 咧唔單止係一個技術上面嘅升級啦，而更加係 Pi 生態由一個個人創作走向一個社區共創嘅關鍵一步。AI 咧可以令到呢個創作更加輕鬆 ，staking 令到呢個社區更加有動力，分類界面嘅改善令到體驗更加順滑啦。如果你玩開 Pi 又對創作 AI 有興趣嘅話咧，而家咧就係時候去整一個屬於自己嘅 app。記得留言話俾我聽。你最想用 Pi App Studio 去整一個乜嘢嘅 app？ 可能你就係下一個嘅 Pi 生態嘅創作之星。有興趣記得 CLS。我哋下條片會講更加多 Pi Network 嘅更加新嘅 update 嘅。